谢主，我们当中有小朋友。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预备心，来参加今天早上的崇拜。让我们的崇拜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主，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着我们今天早上的时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让我们清早起来，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你，来敬拜你，来歌颂你。愿我们所献上的都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你的面前，也愿你悦纳。纪念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无论在工作、在读书、在任何地方，都保护他们十分的平安。看过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也纪念这些的设备、设施、器械，让我们的使用安排都能够顺利的进行。我们的所有的人员的运用，所有的动作运动，都能够按照主的心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弟兄姐妹平安，安静心，让我们跟随神的话语，开始跟着主拜。听神的话语，诗篇66章
42节，全地都当向上帝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亲爱的上帝，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以专心聆听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并将你的经文付诸实行。感谢你引领我们，用爱充满我们。我们仰望敬拜赞美你，感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以上都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接下来是诗歌敬拜，会中方便的话就可以。敬拜的歌曲改编。
使徒信经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待会由诗会这边诵读白色的旗，会众弟兄姐妹诵读黄色字体的印。显我为义的上帝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依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唯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接下来公祷部分，为着台湾花莲地震的灾情、受灾的地区后续的重建修复来代祷，愿主施恩怜悯，保守看顾。接下来我们念一下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时，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经课部分。这个蔡绵绵妹，今天的经课在路加福音24章36节段到48节，教会圣经99页，由我来为大家攻读。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
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活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实现。”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3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接下来，《使徒行传》第3章12到19节，教会圣经132页。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就是我们列祖的上帝，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要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便叫你们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这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是诗会这边的，在约翰一书的3章1到7节，新约的265页，新约265。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若显现，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曾显现，就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义的才是义人，正如是义的一样。接下来是诗班献诗，是义恩典。
谢谢诗班。接下来请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的题目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听的这首诗歌，我想应该大家都耳熟能详。不管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传唱，或者是我们听广告的音乐曲，都常常会有这一首歌。那我刚刚听我们的指挥特别提到说，这一首歌是诗歌排行榜第1名。为什么？因为传唱的次数最多，然后最多人去唱这一首歌。那可能有很多人不一定他是信主的人，但是他也喜欢这首歌，感觉上好像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当中。这首歌只有短短的2行的歌词，很短，但是却意义深重。当然有很多很长的诗歌也很好听，诗歌无论它是短的、长的，或者是它的内容是深的或浅的，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诗歌里面去感受到那个作者他对上帝的那样的一个敬虔跟那样的一个渴望。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兴起对上帝的渴望，能够希望来亲近上帝。开始的时候牧师要先做一些工商服务因为我们这个4、5、6月，我们有相当多的活动正在进行。下个礼拜我们很高兴，我们的实习传道淑妍传道，他要把他的人生的第一次献在这个地方请各位要多一些的包容跟接纳，因为他的中文咬字并不是那么样的清楚，但是他有一个心志，就是他期待能够回到他的家乡，用中文来侍奉当地的华人所以我们能够来为他祷告，让他在下个礼拜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讲道，能够是对我们弟兄姐妹有帮助、有益处，对他自己也有很好的造就。4月27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特别教区，特别从这个嘉义的民雄，跟我们一样叫荣光堂的一个这个教会，民雄荣光堂，他的许茂林牧师要来跟我们做一些的分享。那他的这个教会的这个建立建造，那他特别这个名称叫做穿雨鞋的教会。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福音朋友，或是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聆听这个穿雨鞋的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他们为什么要穿雨鞋。这个是我们可以在27号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分享。然后在5月11号的时候，都陆续的5月11号的时候，我们有个启发课程。那这个课程呢，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带新朋友来到我们的当中，怎么样让小组成为一个开放的小组。所以要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参与，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欢迎人的教会、友善的教会，能够接纳新朋友的教会。所以我们会在高雄卫理堂5月11号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另外在6月1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做老师我在的这个座谈会。那这里面有一个讲员，就是我们当中的一位弟兄就是我们的赵鼎兄鼎哥那他特别要用点时间来介绍这一个活动的内容。好，那我们就先请这个鼎哥先来跟我们做一下介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代表我们卫理神学院跟各位来报告一项好的消息，就是在6月1号的早上10点到11点30分，在高雄的卫理堂，就是在中山路跟五福路那边的那个高雄卫理堂要举办一项讲座。这个讲座呢，主要是针对推广卫理神学教育而办的讲座。那活动当中呢，他们请了4位讲员，来自不同的领域。那我这边就代表荣光堂去报告，在这边去分享参与神学教育这一段时间来的心得，
其他还有3位讲员呢，都来自不同的领域有神学院的学生，有从事牧职工作的，他们呢每一位都会花15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他们从事也就是接受神学教育的心得，也欢迎各位弟兄姐妹参加。那个地方蛮方便的就在捷运都有到，骑机车开车都很蛮方便的。有空的话，希望波荣参加它主要就是那么一点时间，2个小时以内就可以结束了，也不耽误各位的时间。就是到那边虽然是个座谈，但是呢，也主要是听听4位讲员的他们的心得分享。那我这边呢一直从卫理神学院的推广教育呢，礼拜五晚上大概7点到9点自从开了课以来，在我们荣光堂开了课以来呢，我也就一直在那边都有在上课。中间呢，他只要有课，那我就一直上。中间我没有请过假我认为这是一个蛮可贵的一个机会，因为从我们到了我们这种年龄的话，每次被人家问到，有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就问人家，你以后小朋友，你们以后要做什么样的事呢？对，每个人都有每一样的计划跟抱负，能不能实现是一回事，但是他们都能够讲得出来。随着时间的过往以后的，他们总会发现自己的理想会跟实际的情形都是有差别的。神总是会安排最适合我们的，有时候不是我们所想要做的什么，对，但是神都会安排。那到了我们这种已经退休了，对有时候我们以前问小朋友你们要做什么，现在反而被人家反问了。那再给你年轻一次，你们还要做什么？对这句话蛮有陷阱的，因为会讲出来的我还要再做什么时候，陷阱就在只要你不如意的事你不顺心的事，你想逃避的事的话，你大概都想再从头来一遍，要避免它。可是呢，再回头来，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对我们来已经经历过那么多的经验了以后，发觉这些事情其实都不是无关紧要的。对，有时候真是，倒不如说以现在的年龄来看看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退休了以后也一样能够做很多事情。如果再来一次的话，其实假如说我们今年已经满65岁的话，我们再来一次，再给我们一个25年好了。对，只要我们还有一个心智还存在的话，90岁以前还可以做很多事对不对？那我们总是想一想嘛，不管大家现在还在带小孩的，现在还在工作的，对，甚至已经退休的我们各位的弟兄姐妹，其实都有。既然我们都已经受洗信主了，往后总是会有一个方向。那我选择的方向就是在卫理神学院它的推广教育。我不是神学生，但是我一直觉得，应该有一个方向，朝我们以后该怎么走，然后朝闻道，夕可思议，那我就选择在卫理的推广教育神学院那边呢。就每个礼拜5就修个课，对，那也是代表说，当人家问我，如果你再年轻一次，你要选什么？我已经不再年轻了我想我大概就是趁着以后还有时间，其实人生苦短，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都已经赚够了其实都已经赚够了，小孩也大了，或者说是父母也需要我们照顾了，都还在的话，都还蛮庆幸的。父母在退休以后也能够跟我们一起在，我们也花更多的时间能够跟他在一起。对，那在这种时间之余的话，何妨我们不妨在往我们的灵修方面再做一点点的进步。对，那也代表卫理神学院欢迎大家，不只是那一天的座谈那天的座谈，或者是以后我们卫理神学院的推广教育在荣光堂开的课，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也都能够来参加，然后求主也能够在我们修补我们属灵上的不足，朝闻道，夕可死，这个道就是道成肉身的道，即使在我们这个年龄的话，
保持一个脑袋的清醒，对呀，想一想，对，上帝还会跟我们讲什么话，其实都在圣经里面了，也作为我们个人日后的一个生活上、生命上的一本 SOP， 对，照着那个方式慢慢做，对，以后要交账的时候，到了后边交账的时候，我想我们也可以拿出一点东西来，在上帝的面前说，我有做过这个东西，我也有做过这项事情。以上呢就跟各位做个报告，欢迎各位来参加，6月1号就是10点到11点半，对，在高雄卫理堂对举办的老师我在这个讲座，那欢迎各位参加。如果真的各位时间上有什么不足的，其实我们荣光堂里边呢，我们也有平日也都有主日学的课程，对，在这方面呢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补强。无论是往哪个方面走，我想大家在神学方面多进修一点，上帝的话总是一个好处的，代表我们以后的一个方向。谢谢各位。好，谢谢我们的鼎哥啊。各位，他常常在台上，刚刚在台上讲好几次，说他不再年轻了。其实他看起来很年轻了啊，但是可以让大家猜猜看他的年纪，这个让大家可以稍微猜一下。好，所以虽然他自己很自谦说他不是神学生，但是事实上神学生就是学习效法耶稣的人。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德国人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定义上面，只要研习神学的内容的人就是神学家所以只要我们在神学课堂上面上课的人，那么我们都是神学家。好，那最后一个报告就是我们在6月22号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园游会，这是庆祝我们今年59周年，也就是我们荣光堂59岁了。那我们期待我们的59岁可以成为一个广邀我们的社区朋友、广邀我们的福音朋友来参与的一个福音的宴席。所以我们在6月22号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园游会。那求上帝帮助，让我们可以用这个机会邀请新朋友来，然后让我们可以来参加教会里面的一些的活动。有的人可能一生没有什么机会进到教堂里面让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机会来带领他们。那牧师在这个里面，我会有一个摊位，叫做这个解忧摊就是如果需要有这个为他们祷告代求的，可以带到解忧摊位来，希望可以让他们可以身心灵得到帮助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最近各位看到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的司会都穿得相当的整齐，都穿得相当的漂亮，都穿得相当的好看，男生的帅气，女生的美丽。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在今年开始要求我们的司会同工我们在上台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正装的这样的出现。那刚刚在台语堂的时候我们的司会因为穿得太正式了，所以有一个姐妹就问他说请问你是今天要娶媳妇吗？其实不是好，那当然我们当中也有一位真的他家里面办了喜事我们的朱锡圭宣教士跟他的太太，他们家里面办了这个很好的一个他们家的孩子的一个婚礼，我们献上感恩。但是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的喜帖，我们看过的喜帖，常常都是用华语或者是现在的年轻人都是用比较就是多样性的来做一些的这个喜帖的一个制作。那但是我们很少看到有用台语的汉字来做的这样的一个喜帖。好，那请大家看一下那里面有一些字可能你很少见了，但是如果再没有人讲，就没有那个音，可能就没有了好，请大家看一下，这样可以看得到吗？清楚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喜帖他写什么哈？他说：“我的大汉查某囝，知道什么意思吗？我家的大女儿，好，要结婚咯，啊，要结婚了。你看他其实台语念起来好像这个，其实他很可爱的，他是念起来是很亲密的哈。好，他说要结婚啊，哈，要结婚了，要嫁人了。我的囝婿是，好，这个当然是各自了哈，我们就不要看了。好，然后大汉好生，听得懂意思吗？哈，大儿子就是我家的大女儿要嫁给对方家的大儿子。好，然后你看他怎么形容这个男生哈？他说：伊骨力高以哥轻拍拼。啊，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如果你是当父母亲的人，你听到这个会不会觉得说，哦，我很感受到这个女婿他是真的就是一个好的一个男生哈。好，然后阮足介意，对不对？我很喜欢的。好，然后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哈？好，来请大家亲戚朋友做伙给阮请，有没有？在华语里面其实很难表达那个意思，但是你用台语的时候，你会发现做伙给阮请那种感觉，就是感受到他的那个诚意，这个主人家的诚意。好，这个字再不讲就没有了啊。好，罗拉罗，听得懂意思吗？罗拉是什么知道吗？啊，感谢，谢谢啊。好，那当然有人写那个戮力，就是杀戮的戮哈，然后力量的力啊，意思就是我是很这个感激，用力的感激了哈。所以这个是其实我们的台语是很有艺术的。好，然后板的所在就是那个要吃饭的地方，板的时间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用台语也可以做一个邀请跟一个喜帖的这样的一个邀约。事实上，台语的用字遣词是很有艺术的。当然，有人现在在研究说，也许它是一个当时的中原的官话，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当然这还在研究中，所以不能够给大家一个确定的把握，说它一定就是。但是至少它可以是让我们觉得它是很亲切的、很贴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很多人以为说，好像讲台语的人是比较特别。我们在有一段时期的里面，都是禁止讲方言的，所以我们都会觉得好像讲台语是很 low 的，或者是说它是不是很好的。其实台语是很有艺术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使用我们在台湾的语言。事实上，各位如果有研究的话，台湾话在早期的时候，因为没有字，所以都是由宣教士他们用罗马拼音所拼出来的。所以各位知道最早的这个罗马拼音的字典是谁写出来的？各位知道吗？我们在台南有一个学校叫做台南神学院。好，台南神学院的第一任的院长叫做巴克里。好，巴克里牧师他写了这个叫做罗马拼音的这个字典，台语的字典。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台湾人一些到教会里面学习的台湾人，他们开始用拼音来写下自己的文字。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到我的阿嬷的这个桌边，然后看到她写很多的英文，我突然间觉得哇，我的阿嬷怎么这么厉害？她会写英文啊，结果其实不是，她是在写罗马拼音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文字有画，我们才能够把文化继续的延续下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看到我们自己的文化的美，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把它能够做一个美好的延续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圣经，请大家来翻到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在这个约翰一书的第3章1到7节的地方。好，那这个书信是谁写的？是这个使徒约翰来写的。好，那但是我要先跟大家做一点使徒约翰的一个简介跟介绍。好，各位知道耶稣有12个门徒，对不对？好，然后各位知道，如果按照我们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耶稣的12个学生都没有一个好死的，听得懂意思吗？耶稣的12个学生没有一个好死的，大家都死得很惨烈，每一个人都为主殉道，然后只有这
叫做使徒约翰的这个人，他活得最久。好，但是各位千万不要以为活得久就命运比较好，其实活得久，可能生活上面不见得那么样的顺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当基督徒很好当，因为当基督徒你会被世界讨厌。好，那这个人他也被世界讨厌，他是唯一活得最久的使徒，但是他的生活有大半的时间在一个叫做拔摩海岛的地方。各位，其实那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罗马政府认为说，你既然这么会讲耶稣，这么会讲福音的话，把你弄到远远的地方，那你就没有影响力，你对你的教会就没有影响力，那么以后你们的教会就会越来越消失，越来越没有这个团体，会被时代潮流给冲走。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啊，大概这个教会在初代的时候就已经差不多快结束了，因为没有几个这个跟随耶稣的人活下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却反而透过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的时间，写下了圣经里面的最后一卷书，叫做启示录。各位，我们的启示录就是约翰在拔摩海岛所写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拦阻上帝的工作。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约翰就是写启示录完了之后他就完了，没有。各位，其实约翰福音还有约翰1、2、3书是在启示录之后再写的，所以启示录不是这个使徒约翰的最后一本书，是他先在拔摩海岛里面写完之后，当他被释放之后，他继续写了约翰福音跟约翰1、2、3书。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圣经的资料背景里面可以去查到的。但是各位知道，如果你看耶稣怎么称呼这个使徒约翰的时候，在他年轻的时候，耶稣曾经送给他一个绰号，这个绰号叫什么？知道吗？叫雷子。如果用台湾话讲叫做什么？雷公啊囝。雷公的孩子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是很凶悍的，他讲话很大声，很会骂人的。好，但是各位，这一个使徒，各位，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如果你看约翰1、2、3书，你会发现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是，约翰基本讲什么？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的里面。你可以想象一个讲话大声，然后很火爆脾气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居然会讲上帝就是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约翰被耶稣改变，以至于他能够讲出上帝就是爱。要不然，以他的生命，他可能看到什么事情不爽，就会叫上帝从天上打个雷下来，然后降火下来，把那个地方烧灭了。各位知道，如果你看过使徒在福音书里面的时候，约翰跟他的哥哥雅各曾经有过一次，因为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然后他们两个发脾气说：“主啊，我们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掉他们。”但是这个这么凶悍的人，他在晚年的时候，他说：“上帝就是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读圣经读了很多年，你信主那么久的时间，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生命已经被耶稣来改变呢？如果你过去是雷子，现在继续是雷子，将来还继续是雷子的话，那表示我们的生命并没有被改变。但是一个雷子的人，一个像雷公阿囝的人，居然可以成为一个传递爱的使徒，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的改变才看到那个叫不一样。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经文里面，使徒约翰怎么样来看待信耶稣的人？基督徒应该是什么？好，我们来看一下第1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1节，一起念来。你们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使徒约翰他讲什么？他说父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好，不是我们自己称哦。使徒约翰他说什么？我们也真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把握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有没有把握你是上帝的儿女？有人说：“哎呀，我怎么配称为上帝的儿女？我是一个会犯错的人，我是一个会犯罪的人，我怎么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说：“我们是，我们就是。”听得懂意思吗？上帝说：“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就是他的儿女。”约翰福音的1章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好，所以使徒约翰他不是没有把握说这个话，他说我们也真的是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上帝的儿女，就应当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好，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去看过，在新闻里面那个英国王室出现的时候，各位他们的举止态度都是非常的这个叫做从容的，或者是他们的态度都是非常的不随便的。他们不管是招手，或者是跟民众谈话，他们不会穿着打扮不好，他们在说话的当中不会讲脏话，他们在行做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有皇室的风范。所以你就会知道，哦，他就是皇室的人，因为他讲话没有三字经。他讲话的时候是很温文儒雅的，他的穿着打扮，这么热的天气，他一样西装穿得笔挺，然后在那边跟群众握手，他不是随便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有皇室的生命，因为他在显出他是一个皇室家里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家里的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那么人有没有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的样式？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8章14节这一段话，我们一起念一下，一起念，请。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什么会成为上帝的儿子？因为有圣灵来引导你，圣灵会告诉你这个可以做，那个可以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有一个规范在引导你。有的人说啊，这个规范，我们的交通规则只是一个叫参考用的。但是你看皇室的人，或是他是一个叫做有身份地位的人，他不会去随便逾越那个规矩。为什么？因为他有一条规矩在约束着他，我不应该去做那样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有一个教父叫做这个丢格纳妥这个人，他说什么？他说基督徒虽然是有血肉的，但不是按血肉行事的。基督徒是生在地上，但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说话行事应当是像一个天上的国民的样式。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第2节的地方，使徒约翰怎么样来形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会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第2节，好，我们一起念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我们要像他。基督徒我们要像耶稣，基督徒我们要像上帝的儿女，因为我们是属上帝的儿女。我最近有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放了一个短片，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或者是你可能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短片。我不晓得在台湾翻译的那个动物的名字是什么，但是在中国大陆那边他们翻译叫做狐鹅，就是一种飞蛾，一种天鹅，然后很大只的那种。那他们把巢放在什么地方？放在山顶上面。好，那放在山顶上面做什么用？因为怕被野兽吃，所以要放在最山顶上面才会安全。好，但是呢，各位，这个狐鹅当它这个要成熟长大的时候，它的爸爸妈妈要做一件事情，要把它从山上推下来。好，那推下来的时候，会知道那个小的鹅，它要飞下来，其实它翅膀很短很小，它还没有办法可以飞，所以通常他们的做法都是，这个在山崖上面，如果小鹅要下来的时候，它一定要做一个动作，就是它要用它的肚子去承受那个撞击到岩石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才能够平安的落地到地上来。这个物种它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他们每一代都是这样，每一代他们都把巢放在最高的顶端，然后鸟长大之后就要把它推下去。好，那个影片里面他特别提到这个鹅爸爸、鹅妈妈他们这个3只小鹅，第一只大鹅下去的时候，很顺利的用这个肚子去顶到这个岩石，所以很顺利的落地。当然，在那个环境当中有很多危险，所以当时会有老鹰或者是乌鸦会叼走，所以那个小鸟有时候它顺利落地，还不见得可以能够活在这个世上。第2只飞蛾下去的时候，就不小心因为头先着地了，所以后来那只蛾有死了。但是第3只蛾下去的时候，照着它的哥哥的做法。第1只那个鹅的做法，下去的时候用肚子顶着就下来了，所以唯一存活的就是那一只第3只的那个鹅。好，但是呢，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这只鹅长大之后，它又筑巢在山顶上，然后让这个它的孩子可以继续在山上能够生活。各位，那个叫做胡鹅的生命，就是它是怎么样长大的。他的下一代就是那样的长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生命是什么，我们就会像他的生命一样，因为我们里面是像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耶稣的生活好过。耶稣在世上33年半的时候，有许多的时间是在这个生活上面，虽然有一些教导，虽然有一些对门徒的训练，但是他的最后的人生是在一个受苦跟苦难的当中。然而，耶稣如果没有受这个苦跟苦难，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救赎。所以，耶稣为世人来死，他是有一个目的的。他能够为别人牺牲，为众人来死，是有他的一个目的，因为上帝要他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他没有为自己着想，他是要为别人着想。所以，圣经里面说，这个人子来是要服侍人，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也是要服侍人，而不是只是要受人的服侍。当然，有人服侍我们要感谢，但是我们的生命应当是一个服侍人的生命，让人得帮助的。好，所以这个光头牧师他这样说，他说，跟随宗教的人寻找上帝，是因为看到有利益、有好处，比如说我有好名声，我可能在这边可以认识很多人脉。但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看到上帝的美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的是上帝在教会里的利益，还是你看到上帝的美丽？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美丽，那么我们应当生命有这样的一个像上帝的美丽的样式。好，所以第3节我们来看一下第3节的地方，使徒约翰怎么样来形容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过生活。第3节我们一起来念，一起念来。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里面有渴望那个圣洁的生命，你里面渴望要能够活出圣洁的样式，那就是耶稣在你的里面活。我们卫理会最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就是基督徒应当过圣洁的生活，就像上帝是圣洁的，我们也应当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卫理会的会友跟别的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要成为圣洁、合乎上帝所喜悦的人，所以不要去做不讨上帝喜悦的事情。好，所以当上帝的话、上帝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在他的里面，上帝就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并且赐福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里面有他的生命。所以，如果你有神的生命的人，你会不喜欢在罪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第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4节，一起念来。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信耶稣的话，你会不喜欢犯罪，而且你会觉得犯罪是一个可羞耻的，因为我已经成为基督徒，我不应该在罪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在论语里面有一句话讲，叫做慎独。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慎独的意思是什么？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是要最谨慎的时候。能够了解意思吗？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更是要最谨慎的时候。没有人看到你，你是不是仍然遵守规定？没有人看到你，你是不是仍然遵守上帝的话？没有人看到你，你是不是仍然能够按照规矩而行？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东港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教会有客服班，然后客服班的孩子其实很多，那其实有很多的孩子他不一定有参加客服班，但是因为师母跟我们去学校里面教生命教育，所以有很多孩子认识我们，但是我们不一定认识那些孩子。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走在街上的时候，然后对面就有小朋友跟我们招手说：“哎，老师好。”我那时候心里想说，还好我没有闯红灯哎。如果我闯红灯的话，我的这些小朋友他们看到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呢？好，但是当然我有做错过事情了哈，我不能够说没有，因为各位知道，刚讲了慎独就是你要谨慎你一个人的时候，在嘉东国小去教生命教育的时候，有过一次我骑车到这个国小去，然后告诉孩子们说，小朋友你们骑脚踏车的时候要记得要戴上安全帽哦。小朋友们都说好，然后结果我骑回家的时候，我自己没有戴安全帽。骑摩托车的时候，然后这一张照片被谁拍到？被我们现在是叫做检举达人拍到，然后那个照片送到哪里？送到总会去了。好，然后总会的同工接到那个照片的时候，问我说：“牧师，你什么时候没有戴安全帽被人家抓到了？”哇，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被人家拍到？我也不知道啊。因为乡下地方大家都不会戴安全帽嘛，我想说大概这样就这样过去了。各位，别人也在看我们怎么样生活。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圣洁不是只有活在人家看得到的时候，别人没有看到的时候，也应当是我们活出那样的生命。好，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预设了，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站在台上的人比别人更圣洁，其实没有，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在上帝面前最公平的事情，就是上帝看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是罪人。所以圣经里面罗马书3章23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只要是鼻孔向下的，没有一个是好人。但是我们是蒙了恩的罪人，所以只有上帝才能施行公义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常要代替上帝做公义的事情，其实不见得我们所做的就是公义的。各位有看过在新闻里面有很多常常去检举别人的人，他自己也是一个行为上不是很检点的人。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就不应该主持正义？并不是，而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真正公平审判的是在上帝的面前。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除去我们的罪？我们来看第5节的地方。今天经文第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5节，一起念来。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的人，在他里面，这个在他，它的原文是 in him， 在他里面是没有罪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主的里面？在主的里面，我们才是叫做没有罪的。如果我们今天不在主里面，那么我们才会去常常犯罪。所以今天经文里面提到不犯罪，不是说我们基督徒都不会犯罪，不是，而是我们不在罪的里面。也许你可能会有一些错误，也许你会有一些的问题，也许你还是会犯罪，但是你不会喜欢在罪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耶稣来是要除掉世人的罪，并且在他的里面，我们是没有罪的。所以罗马书5章8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我们能够被称义，不是因为我们会做什么，我们有做善事，或者是读多少遍圣经、祷告几遍，不是的，是我们都因为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称为义，才能够称为上帝所喜悦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是靠耶稣，不是靠我们自己。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6节，讲得更明确了。第6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6节，一起念来。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常在罪里面，不要让自己变成是常常在罪里面，或是喜欢在罪里面。因为常在罪里面的，就是不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就不常在罪的里面。你会不喜欢那样的一个感受。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我们不喜欢在罪里，喜欢在上帝的爱里。好，所以第7节，我们来念一下第7节，一起念来。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外在看到的，或是你听到这个人讲的东西啊，表示他就是一个义人，并不是，是行义的才称为义人。最近有一部电影，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最近有一个牧师在跟我讨论这个事情，因为他也喜欢看电影。好，有一部电影叫做《周处除三害》，有看过吗？好，这个牧师他跟我讲了一个让我觉得很惊讶的话，他说：“哎，牧师啊，你看他那个，我们说他是邪教的那个，你看他在弹吉他，他在唱的歌曲，把它换成是基督教的诗歌，他就像是在哪里？就好像在做礼拜了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生活跟你的所讲的是否是一样的？很多人只会去说，而没有办法去行出来。所以表面上好像很敬虔，但是并没有真正的按照上帝的话去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生命会显出你是或不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里面的个生命能够显出基督的样式，不是表面上看到的，而是我们真实有那样的生命在里面。所以教会的卓越不是在于人数，很多人以为说教会人越多越好，教会人越多好像越兴旺。其实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是要成为圣洁的群体。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能不能在这个世上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加尔文这样说，他说教会的卓越不在于人数，而是在于圣洁。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才是真正的圣洁。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上帝认识并且深爱着属他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自己控告自己，说自己不够不好，因为我们是真的属上帝的儿女，就要承认我们的身份。好，所以有很多人常常是自怨自艾，说：“哎呀，好像这个我生活过得很不好啊，我的状况很糟糕，好像上帝会不会不喜爱我？”其实上帝没有忘记属他的儿女，上帝深爱着，而且是能够看到属他的儿女，他永远不忘记，他是认识的。圣经里面说，我们的每一根头发他都数算过。上帝帮助我们，每一根头发上帝都数算过，所以每一件事情也必然在他的手中。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创造我们，并且深爱着我们，而且他了解我们的一切，他深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不要怀疑上帝爱我们，因为上帝的爱永远不短缺不减少，上帝的爱永远是在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即使我们跌入到谷底的时候，上帝的爱仍然是与我们同在。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就很糟糕了，好像我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我们仍然有机会回到神的里面，因为神就是爱，他好像一个父亲接纳那个浪子一样，回到自己的家里面。第二个，上帝透过耶稣赐给我们儿子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说是我们要靠着自己的行为，或是我多做几件好事，或是我能够做些什么样的敬虔的服事，所以我来到上帝的面前。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上个礼拜牧师曾经讲过一个事情，是教会是你的家，不是你的公司。所谓公司是什么？就是我来这边工作做工的，我不是把这个公司当作我的家。然而教会不是你的公司，教会是你的家。所以你最重要来教会，不是只为了服侍，你来教会是为了来享受在家里面跟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快乐。
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与父同在的快乐。所以，如果你服侍到忙到你没有办法读圣经，忙到你没有办法祷告，忙到你没有办法安静的时刻，那么可能我们就真的叫做太忙了，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真正来享受与主同在的喜乐。好，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渴望那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前几天有一个从香港来的弟兄，他马上要考神学院，他来的那一天，隔天他就要去面试，那他就特别来这边，除了来安静来享受这个几天的假期以外，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也来这边来访问这边的教会的牧者，所以他有去高雄卫理堂，也来到我们这里。那我特别跟他提醒到一个事情是，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上帝拣选我们来侍奉他。所以不要以为说好像我可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或是我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做得到是神在我们的里面，因为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做得到。如果没有神的生命，我们达不到上帝的要求。所以上帝透过他的儿子来创造世界，上帝透过他的儿子托住万有，上帝透过他的儿子启示他自己，上帝透过他的儿子来救赎世界，上帝也透过他的儿子来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把上帝的一切放在里面的时候，你就拥有这一切。我刚到卫理公会来的时候，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心态，就是上帝需要我服侍他，所以好像我应该做些什么，好像我的上帝的手很短，脚很短，所以需要我去服侍他。然而当我后来被一个牧师来这样的一个教导之后，当我接受了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发现一件事情，不是上帝的手很短，脚很短，需要我为他做什么，而是上帝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当我接受他的时候，我所做的是为了回应他的爱，而不是我要帮上帝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不一样的路径。我们要看到的是上帝为我做什么，而不是我为上帝做什么。我们能够服侍上帝，是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来回应他。所以耶稣来，他降生在世界上。刚提到了耶稣来，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所以他为了爱我们，降生在我们的当中。第三个，上帝的儿子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在罪的里面，就不犯罪。好，所以我们常常看别人的罪，但是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罪。我们常常看别人的错误，但是我们看不见自己的错误。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的都是别人有问题，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我们看到都是别人的罪，但是我们从来不会去看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在基督里的就不犯罪，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不在罪的里面。有一个犹太人的故事这样说，他说两个人到烟囱里面去，然后这两个人在整理完烟囱的时候，然后一个人脸上是黑炭，另外一个脸是白的。那各位请问一下，谁会去洗脸？知道吗？脸是白的，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别人是黑的，对不对？好，所以通常你会看到，为什么我们常常注意到别人的错？因为我们看到别人的脸是黑的，好，但是我们却没有注意到自己是不是脸是黑的。所以其实正确的答案是，进去的人没有一个脸是白的，其实每一个都是黑的，但是我们容易去看到别人的黑，看不到自己的黑。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看到别人的黑，也看到自己的黑。其实我们都是罪人，需要上帝的怜悯。上帝才是那个无法超越的爱，所以他向我们显明他的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不是我们成为好人。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他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里面，让我们不在罪的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神的里面，活在基督里。我们讨厌罪，喜欢在良善的里面，喜欢在圣洁的里面，喜欢在上帝的爱里，而不是喜欢在罪的里面。所以最后，
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使人看见，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好，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说那个几天前那个弟兄，那个香港的弟兄来，然后我带他去参观我们的礼拜堂。各位如果有上过7楼牧师的住的地方，各位发现我们楼上7楼的地方有很大的平台。好，那个地方我都戏称说，那个是叶问可以交拳的地方。好，那各位知道叶问是谁知道吗？咏春派的宗师，对不对？好，所以现在的人很喜欢打咏春拳，为什么？因为打咏春拳好像叶问一样，哇，一个打10个。好，各位，其实那个就是关键了。人看见你打那个拳，就知道你是师承哪一派的。如果你会打咏春，那么你应该就是会跟叶问很像、很接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看到你的生命，看见了什么？他们会不会看到你的生命像耶稣一样？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在世上的生活来彰显你的荣耀，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是一个不配的罪人，需要你格外的恩典。愿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看到别人的问题，也看到自己的不好。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坦然承认自己的罪，来领受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成为合乎上帝所喜悦的，真实的成为上帝的儿女。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正道。接下来是我们的回应奉献。会众请起立。今天的回应诗歌在心灵良师155首，它名称为奇妙。他名称为奇妙，他名称为奇妙。耶稣我主，他是全能的王，他是万事的主，他名称为奇妙。耶稣我主，他是大牧者，是万古的磐石，他是全能的神。当伏在主前，敬爱崇拜他，他名称为奇妙。耶稣我主，他名称为奇妙，他名称为奇妙，他名称为奇妙。耶稣我主，他是全能的王，他是万事的主，他名称为奇妙。耶稣我主，他是大牧者，是万古的磐石，他是全能的神。当伏在主前，敬爱崇拜他，他名称为奇妙。耶稣我主。
会众请先坐，司线同工至台前预备。在天上的父啊，我们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金钱，都是从你的恩典而来，做你所喜悦的事，在你的事工上所使用，让更多人来领受你的爱及救恩。以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第一次来的朋友或者不了解奉献意义，请安静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你的旁边。会众请一同起立。会众请坐。今天我们有一位新朋友，叫杨祥林弟兄。那欢迎他，一日欢迎，永远欢迎，感谢主。坐。接下来我们唱《成为一家人》，第二遍的时候，大家可以拱手问安。大家请坐。那待会教会消息我这边简短报告。本周主日后，成人主日学恢复上课，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11点45有儿主会议，老师们预备参加。那教会社关爱心
有针对这个教会将收集这个花莲地震的募款经费，直到4月21号。弟兄如果有要捐款的话，可以捐款。那教会将于母亲节的时候举办庆祝活动，并邀请弟兄姐妹上台见证对母亲的感激见证分享。分享的话大概是每个人5分钟，台语堂2位，华语堂3位。报名请洽蔡牧师。那肢体消息以及这个身体不适的话，就是再请这个大家为长者的身心健康们代祷。这边交给牧师。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的补充哈，因为刚开始前面已经有工商服务过了，好，那但是其他的我要做一点说明我们在4月的第1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我们的教会的爱心基金，我们奉献了4万块钱到这个花莲的赈灾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就是到世界展望会，然后我们就已经有第1波的捐款已经出去。那总会现在也正在积极的正在募款。那各位知道，其实如果时间超过1个月以上，其实就已经没有太大的帮助了。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上面，我们决定在4月21号收最后一次的为花莲的赈灾的捐款。那这一笔钱我们弟兄姐妹所奉献的，我们会奉献到总会去。由总会来交给一些的福音机构，让他们继续来做使用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更多的发挥爱心，对我们的这个后山的地方，我们能够做一些的关心跟关怀。所以第1波的这样的一个赈灾捐款，我们已经捐出去了那请弟兄姐妹，我们收到4月21号，那请大家来认领这样的一个时间。当然总会是收到6月份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尽快的，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个月里面就把这个赈灾的捐款就完全的捐出。那求上帝帮助，让我们能够发挥爱心，勉励行善，让我们能够在需要的地方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各位在电视上看到有很多的救难的机构单位，他们在那里做这些的服事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只有慈济有在做事基督教单位也有，我们有救助协会，也有世界展望会，还有其他的一些教会机构也有在做这些的服事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些的奉献的捐款能够做这样的一个使用。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教会会有母亲节的活动。那当然除了我们的家庭事工委员会会有这样的一个庆祝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分享礼物以外，另外我们期待弟兄姐妹能够讲出对自己妈妈的一个感谢跟感恩所以刚刚提到我们有1个人5分钟的时间要上台做见证那这个是上台的部分。那我相信因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很希望能够讲自己的妈妈，那万一如果你没有上台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也可以在小组里面做分享所以我们的5月份的母亲节的活动，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多一些能够去谈到自己的妈妈，然后去感谢跟感恩自己的母亲，在这个我们的生养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们怎么样的付代价，怎么样把自己能够奉献他的青春来抚养我们所以有人这样说上帝的爱用什么可以比拟？大概只有母亲的爱稍稍可以做一些的比拟所以我们能够讲到母亲的爱是一个最好的事情。那我记得我5岁的时候，我就第1次上台，在教会里面上台来讲妈妈的见证但是不要觉得惊讶，因为上台的时候台上跟台下是哭一片的台上的人哭是因为害怕，台下的人哭是我不晓得是为什么，大概是大家有感动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是我的5岁是第1次完成这个服事了就是
谈到自己的妈妈啊，真的我是因为害怕，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是因为妈妈的爱感动我哈。但是台下的人他们是觉得哇，这个小朋友上来居然可以讲妈妈的爱，好，那但是没关系，就是不管你是害怕哭的，或者是你是真的感动哭，我们都希望你可以有机会在台上来表达啊，所以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把握这样的时间。那我们华语堂会有3位啊，所以如果要讲妈妈的见证的话，请尽快跟牧师来报名哈，因为怕人数太多我们不好安排，所以以前面先报的3位为准，好吗？啊，然后台语堂会有2位啊，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华语堂这个没有办法排到，要排台语堂，那也请尽快啊，要不然的话台语堂排完了就没有了啊。好，以上报告，谢谢。会众请起立。3-1颂。普天之下，万国闻名，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牧师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使我们里面有儿子的生命，让我们里面显出基督的荣耀，使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会众请坐。会众请一同低头默祷，订阅之后彼此问安交通。若有需要牧者、祷告者，请至台前。